大家好，今天的课程主要是2个成语。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讲2个成语。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呢，都有拼音和英语翻译，也有老挝语翻译。但是在这翻译过程中呢，我也是翻译不太好，希望大家能见谅，或者是谁翻译更好一些，可以写在下面，也让我要学一下。那好，现在跟我读一下这个成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指的是英语 one minute。耕耘英语是 plough and wheat， 一分也是 one minute or a minute。收获 harvest， 英语翻译是这个红色的这个 how much you plough and wheat results in how much you harvest。老语呢我就不读了。还有这个也是中文翻译，比喻付出一份劳力就会得也是得到，就会得一分收益，无论成功与否，都是积累的过程。再给大家念一下，比喻付出一份劳力就会得一分收益，无论成功与否，都是都是积累的过程。英语翻译是下面红色的那个这个 The metaphor of paying a labor will gather a point of profit, whether it is successful or not. It is a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这都是这个成语，希望大家能记一下。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俗语，非常有名的俗语。好，大家跟我一起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也是跟刚才那个一样的，这个我也是按照每一个词翻译成英文和老语也有。好，现在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世上翻译成 in the world， 无 no or not， 难 difficult， 是 things， 只 only or just， 怕 be scared or be afraid of， 有心人 a person with determination to do something。 好，那最后我们还翻译成这一句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difficult for one who sets his mind on it。 下面是中文翻译。好，那大家一起读，意思是只要肯下决心去做，世上或者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英语翻译是这个红色的。This means that as long as you are determined to do it,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not be done in the world, and difficulties can always be taken care of。 好，那今天我主
主要的是给大家讲2个成语，也不是成语，一个是成语，另一个也是俗语，希望大家能把这2个句子记住一下，后面肯定也能用到。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谢谢观看。